咱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备办心整齐咱的衣服伫主的面前来领受主的恩典。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还搁伫线顶的礼拜。今日是主后2021年7月25号的主日，请咱备办心。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备办心来锻炼咱今早起的诗歌。第一首是新圣诗18首，我心学了上帝。咱摕新圣诗，因为咱的歌词顶悬无白话字，为着要互字放较大，总是咱上好伫厝诶准备新圣诗，才会当对照。好，迄个白话字的音来。我心我了上帝，主的眼我的眼，天地万物三界音响，何多一多尊名，就我残红最终。好，咱来看一个字第二段遐天地万物。伊古圣诗咱拢足习惯唱天地万米，天地万米，咱唱了足惯势，但是伫遮小可即字无共款。搁来第三段树木田园水泉，毋是树木，是树木。好，咱搁唱第二节。来，我心何落上帝，世间情人黑白，空中被照因是出声，何落一大尊名，归水草不起水。咱家己发觉讲话歌词无好，读迄个音爱搞清楚花水草布饲喙。好，咱第三节咱做伙来读一解。第三节预备歌词做伙来读来。我心学了上帝，天的本对一家，虽然歹代，暂时畅行。公义稳当得胜，圣国临到地上，哪准伫天一样？天的到尾合做一家，荣光归伫上帝。第三句上歹读，虽然毋是歹事，是歹代，歹的代志，
暂时安那唱行，吼唱行，所以你一定要摕这个新生诗对照这个白话字，吼，咱就会当唱了整齐，吼统一。好，咱来唱第3节来。我心渴慕上帝，地下本对自己，虽然歹代暂时唱行，公义运动热线，先过临到对酒，那存的天自由，天下到尾合做一家，连人归地上帝。好，咱搁看第2首。新圣诗324首，好，谁那爱会前的练习吼？第一个就讲咱对这条歌，如果是新就这条，咱如果无解释，吼，咱一定爱对这个音乐吼爱熟悉，吼，咱唱的时阵才会和谐。你嘛袂一直去注意讲啊，我倒位安怎唱，才会专心伫迄个歌词，吼。所以咱来唱第1节，吼。我最跌倒为的体系，交替轮化，永远就是在无法度当求，家己耶稣，我来求你，求你。哦，迄个歌词讲到，我做激动袂得提示，吼，袂得提示。吼，咱除了哪唱吼，咱其实嘛会当去备办咱的心，讲即个歌词为虾米牧师今日拣即条歌？哦，迄个歌词讲非常有意义，在讲到圣经的道理。吼，我做动无法度提示，照律法无法度救家己，所以耶稣我要来救你。第2节，咱要注意吼，迄个满心误会，吼，满心误会，家己努力无法通说，吼，即几字无好读，吼，咱来唱第2节。我最跌倒，我心无畏，家己努力无法通说，主人不会随我前去耶稣，我来求你。第3节，我最跌倒，心内破病，亲像有动情，无有通伊，灵魂毕竟自为你的耶稣，我来求你，求你。好，讲到这个白话字，啊，牧师嘛想到真少年，咱实体礼拜时阵8点半逐礼拜哦，早起是8点半到9点半，吼，楼骹有白话字班，吼，咱的小华技师，吼，小华姐，吼，真温顺咧教这个白话字，吼，咱就会当对白话字的中间学到台语，吼，哪练，吼，哪水，吼，伊是咱真好，吼，都因教会宝贝，吼，白话字的老师，吼，啊，所以牧师
鼓励咱吼，把圣诗提出来。咱最后吟第5节，我做极重，主温极大，接纳罪人，赦我罪过，听主命令，就是无疑。咱来吟第5节，我用祈祷的心来吟这条诗歌。来，我做极重，主温极大，接纳罪人，赦我罪过，听主命令，就是无疑。耶稣，我来求你，求你。好，所以回情诗，咱如果用心来吟，好，你心内已经有准备好，有感动，好，咱这个规个礼拜的开始，就是一个真好的开始。好，咱最后看400首，第400首，咱真熟，其实免练。较困难的部分是伫上尾啊，因为要连续唱2届。第1届的尾要接到第二届的头前，吼有4个小节，吼咱来等诗琴弹了，吼咱来试看卖唱1届就好。来，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性的安宁，甲你分享做的跳堂，亲像灯笼我水，伫梦有暗暝看见主的光。咱剩4小节哦，1、2、3，换第4，1、2，来，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性的安宁。OK， 好，时间的关系，咱今日就练到这。咱来用回情诗405首，主上帝吼，因为咱今日用圣诗，毋是耶和华，是主上帝早起时。主上帝早起时，你为叫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礼，我的祈祷，望你引我，我要对你的圣殿，想念你这大的仁慈，我心田田，心田田，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
上帝啊，求你听我的求救，阿罗听我的祈祷。我的心失志的时，就要对地极求救你，求你带我到迄个比我较悬大的石盘顶。圣诗新圣诗18首，我心懊恼上帝。我心懊恼上帝，主怜悯我的病，你的万有三界因啥何落伊大尊名，树木山河水川，永长大海断山，天命伊大愿连延更平来公义相称。我心无路上帝，世间情人的病，梦中悲笑因是思想，何落伊大尊名，被罪造无知罪，那会给自己水，你更下来凉风吹来，空气多平安。我心无路上帝，伊的本对自己，虽然歹代暂时冲天，公义稳当得胜，千古临到地上，那尊的天自由，天下美下最之家，永更归的上帝。咱来信仰个别，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的第2段来个别咱的信仰。愿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最愿信仰甲生活的准则。愿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最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各定军伫本地，任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五万的记号。愿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启应文64篇，启应文64篇，我来启，请咱来用。亲爱的兄弟姊妹，唔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长势引起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就知大家人着急要听，
唔通急要讲，唔通急要受气。请坐声，因为人会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要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要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要实行道理，唔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拄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伫上帝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全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舌，是伫欺骗家己，即个人的敬虔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搁保守家己无染到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来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咱三甲来祈祷，万富有的上帝，你创造万物，互世间人一只管理甲徛起，愿感谢你对人类的看重，也为着人犯罪得罪你。为着救赎，将独生圣囝降生伫地面上，来传扬福音，互人认捌你，来亲近你。总是人济济的犯罪，甚至将无罪的主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主啊，赦免人的愚妄。也感谢主的牺牲赔命救赎，互阮脱离遐罪恶，甲主你三和三亲三甲徛起。主啊，武汉肺炎生团已经真久啊，甚至病菌一直在改变。主啊，主啊，求你人民院赦免阮，常常会辜负得罪你。求你除去这病毒，恢复阮的自由。阮要宣告，主啊，阮要宣告，摇晃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山寨，是阮的瓦壳。你要救阮脱离这瘟疫，安息伫主你的十个下。愿感谢主的恩典，伫这个混乱的世代，阮要为着台湾来祝福祈祷，帮助台湾人，深知拢是生命的共同体，彼此为着众人的健康平安、生命的生存来祈祷。帮助阮的总统所领导整个团队。有智慧、有用心、有志意，伫国政，也祝福台湾人有尊严，会晓自爱，利益家己，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大大祝福台湾所研发的疫苗，利益帮助咱，也帮助地球村的人，互世界真侪和平、健康甲喜乐。上帝所赏赐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神，乃是宽容仁爱、守己的心神。感谢主，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学了，咱的诗班要用我的性命献予你。
专心我对你，专心我可你，你陪伴我一切，我被尽心后塞，不管风雨也艰苦，专心我对你，专心我可你。你宣赐我平安，我被完全奉献，用我的心来护送。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一生拢属你。你赐我命，赐我快乐，我要专心跟对你。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一生拢属你。我放手你一切，专心我爱你，我将一生献予你。专心我对你，专心我爱你，你陪伴我一生，我被尽心奉塞，不管风雨也艰苦。专心跟对你，专心我可你，你宣赐我平安，我被完全奉献，用我的心来护送。专心跟对你，专心我可你。尽心奉塞，不管风雨也艰苦，专心跟对你，专心我可你。你宣赐我平安，我被完全奉献，用我的心来护送。你宣赐我平安，我被完全奉献。用我的心来护送。圣经记载伫雅各书4章第6节到17节。雅各书第4章第6节到17节。上帝话安尼讲：若是伊赏赐较大的恩，所以讲，上帝拄着骄傲的，赏赐恩予谦卑的，所以恁着顺服上帝。也着抵敌魔鬼，伊就走闪恁，亲近上帝，伊就亲近恁。恁犯罪的，着洗恁的手；两样心的人，着清起恁的心，着忧苦、哀伤啼哭。恁的笑着换做哀伤，恁的欢喜着换做忧闷。第10节。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伊就要高升恁。兄弟啊，无得诽谤，诽谤兄弟也是批评伊的兄弟的，就是诽谤律法，批评律法。你若批评律法，就毋是行律法的，就是批评的。律法
个批评的，只有一个，伊会救伊，也会灭。你是甚物人？伫批评厝边啊？当恁伫讲，今仔日是明仔日，愿要去某个城，住伫遐一年久，做生意趁钱。若是明仔日的事，恁也毋知，恁的活命是怎样？恁是分务暂时出现，后来就无看见。恁较好着安尼讲，主若愿，阮就会活，也要做这项、迄项。但恁用这个偏颇的事伫夸口，既然即号的夸口拢是歹，所以在好着行，也毋行的，就是伊会做。正道牧师要用心清气，无自夸来正道。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互咱个三甲组织，伫无共款的所在，咱的心犹原恭敬虔诚来敬拜啊！伫讲道大声，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听完的主，万权能上帝。你是自然、离然、永远上帝，你也是听阮的天父，愿空中的飞鸟、天地万物，三甲应声来学乐你的尊名。阮只是要来领受你的话，求你赏赐阮属天的智慧，互阮的灵命通得到帮助。阮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其实吼，今仔日这个题目吼，真无容易定这个题目吼。清气心肝无自夸，因为咱今日第4章讲的内容真济，其实这个雅各书也已经进入到后半段啦吼，5章真2、3、4，咱今日讲4章。第7讲啊吼，所以我做一个整理吼，互咱看者吼。第一个雅各书的特色什么？伊无在讲特别的神学吼，无亲像罗马书讲神学，伊在讲实践。基督徒到底要安怎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吼，足实际。第二，足侪主题，足侪譬如，亲像喙舌，亲像火，亲像。这个马甲姜，亲像这个台，这个开船的这个真侪譬如真侪对比，有信无行就是死，身躯无灵魂嘛是死，就是用安尼对比。甲这个耶稣真出名的山顶的教训、宝训，也有真侪类似的所在。也会记得咱顶回有讲到智慧，也有8粒果子，八福嘛，拄好是8种，无拄大家讲，拢一模一样。但是你若是详细看你看伊内底讲到第一个就是清心啊，心肝清气的人有福气。心肝清气是一个名词、形容词，但是迄个动词叫做清气心肝。我今日主题就是，你若清气你的心肝，你就会看见上帝。你就明白天国是你的，你清气你的心肝，你就袂有太济的迄个需要，毋是讲我这个人形容讲伊心肝清气，但是我是明白我心肝误会，所以我会求主清气我的内心。咱等一回应时就会唱到，心内破病，灵魂嘛破病，只有主会通医。
吼，你对食就感觉真济和平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为着伊受捆住，吼，因为伊行道理、行真理，吼，无假好，无骗术，吼，这拢是甲背后有真济符合的所在。啊，我感觉上困难吼，我即届吼是第一届刚刚个选咧对头安尼啊开帖啦来分享，啊，家己嘛一直伫读这段圣经，啊，这本册无真济。第1章到第5章，但是伊其实无足明显的主题。哦，伊念咪讲到，哦，言语爱注意，啊，念咪佫讲到信心，啊，念咪佫转来讲言语，啊，念咪佫讲爱听心，啊，袂当偏待人。哦，所以伊其实无亲像以弗所书还是其他的批信，哦，有清楚的结构。头前保罗写批就可能较有结构。哦，头前讲道理，啊尾也讲实际，啊伊这是亲像，所以有人讲这就是亲像新约的箴言。哦，箴言伊嘛无一个系统啊。我讲我这篇拢在讲，哦有啦，最后一章讲才德的妇人，哦拢在讲俘虏，但是伊中间拢跳来跳去，讲安那是愚公，安那是有智慧。所以我告诉嘛是，一直在，哦洗圆箍啊。哦，讲到这个，啊，连咪讲到别个，但是佫坐倒转来，啊，佫讲到，哦，第2届讲，第3届讲，哦，用无共款的面相来加深咱基督徒读这张批的印象，啊，用无共款的方面去思考，讲，哦，原来属天的智慧是，哦，这的，哦，啊，属地的智慧，哦，是这的，啊，安那做是听上帝。安那做是听世界，过头听上帝。什么是甲上帝做朋友？哦，这的。什么是甲世俗做朋友？哦，啊伊就安尼不断重复，吼，所以就亲像这个格言，强调实际行动，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表现，通互人了做是敬虔。啊，我也读足侪资料，啊，读到一篇吼，伊家己做一个口诀，我感觉真好，啊，和大家分享。哦，第1章伊讲到天行合一，哦，第1章是毋是讲爱听道理，嘛爱去行道理，毋通只有听，听道无行道就是死，就是无行动。啊，信第2章讲到信心就爱有行为，哦，信行合一，信若无行就是死，啊，所以人得到称作伊，若是对信，嘛是对所行，这2项平平进行，连到这个行，将你的信啊用行动表现出来，互你家己知，互别人知，互上帝知。佮第3章，吼，伊讲到喙舌，对无？吼，敬虔人，伊讲话都要约束家己，无伊敬虔就是假。吼，会当约束家己的喙唇，约束家己的心，亲像勇士，吼，得到一个兄弟，遐尼厉害，因为你会当攻克己心，叫声服我，哦，你会当。控制力，约束你家己。啊，第4章伊讲到真济，但是咱看最后一节，好，咱看4章17节，伊讲啥物？人若知道行善，却怎么样不去行，那就是他的罪了。哦，所以我都干那用一句话，把第4章讲完，但是伊这个哦强调讲知。哦，你知道行善，你不知道就算了。啊，你知影迄个人需要帮助，啊，你唔去做，哦，迄就是一种的该做不做的恶，哦，嘛是一个无好啊。爱行合一，啊，咱后礼拜佮后礼拜讲到，哦，听心嘛有行动。其实这个第2章嘛有讲到啊，哦，但是第5章佮较具体来讲，讲。为着病人祈祷，为着有需要的人，你该关心，啊，用听去挽回一个罪人，帮助罪人回转
救因的灵魂啊！所以雅各书第5章在讲听的行动。希望咱这5个其实真好记听信言之爱，听行合一，信行合一，言行合一，知行合一，爱行合一。意思就是讲，咱这个人是表里一致，咱的信用是有影有值啦。基督徒是毋是道理正，是听道理。真正把这道理活了。活互世间人看，做这个见证，活伫上帝面前，愈来愈有一个目标追求的时阵，咱就知影怎样将咱的读圣经、祈祷、灵修甲上帝的这个关系建立无好，搁实行出来。好，我今日的一开始，咱等下要讲到一个重点是自夸，甲骄傲、甲自卑拢有关系。但是我望咱先对第4章的第5节，来开始念落去。第4章第5节，伊讲到什么？讲到人贪婪、妄妒、求，但是无向上帝求，求也无得到，因为懒散求。就是讲人气杀上帝。上帝充满着疼爱人，伫伊身边，以色列人受拣选的，我充满慈爱，但是恁选择世界，这上帝万都袂下，就是伊所疼的人，无愿意，用同款的疼，对等的爱，来，甲上帝建立关系，这就是互上帝伤心，甚至怨妒，讲伊所疼的人去用抢去啊！你所爱的人，伊的心拢根本无伫你的身躯顶。换做是你，换做是我，咱也会足切心，足艰苦心，讲我付出遐尼济，但是对方也无感谢，也无感受，心拢伫别人的身躯顶。所以咱伫世界的身躯顶的时，上帝的怨妒，但是我要互咱看另外一个解说，这是新普奇译本，香港的一个圣经协会所翻译，伊怎样翻这第5节甲第6节的？伊翻做讲，因为上帝藏一个灵，就是圣神，这个圣神的怨妒，就是当咱不忠，无听上帝时阵，伊会怨妒；听世界，听过听上帝时阵，伊会圣神的担忧，圣神的讨愧。这句话什么意思？伊就做一个解说，讲原来第5节甲第6节，这个翻译会互咱小可较想会通啦。讲雅各书的讲话，这个批信内底一句话跳一句话，有时一句一句，敢若无相连。伊家翻做讲原来第6节，伊赏赐互咱搁较大的恩典是啥物？毋是只有上帝一面望咱回转伊，但是伊一方面也赏赐咱一个搁较大的恩典，就是帮助咱有困难、有能力来对抗伫咱心内迄个邪恶的欲望，就是当咱听世界的心。受世界引诱，心渐渐互人诱去，对上帝无尽心尽性听主的时阵，圣神就会甲咱提醒。但是这个关键伫倒位？就是圣神其实拢有在提醒，但是有的人一直直去啊，做伊去啊，唔管上帝讲，唔管人在讲，唔管牧师在讲，迄就是叫做骄傲。但是如果是另外一方面是谦卑的人，伊就会得到这个恩典，就是圣神会提醒伊，离开这个邪恶的欲望，包括顶礼拜讲的怨妒、嫉妒，包括咱等下要讲的自夸。所以我感觉这个第5节甲第6节真要紧，咱来甲伊明白了，读个清楚。好，咱就来讲自夸。
自夸足侪类，吼，第一种叫做爱电啦，吼，就是伊确实真水、真美丽，吼，伊有诶物件伊摕出来电，吼，吼，这叫做鸟中之王，吼，孔雀开屏，吼，无啥物毋对，啊，这是公诶还是母诶？应该是公诶，吼，公诶要吸引吼雌性的注意力，吼，伊就足水，吼，啊，雌鸟啊，吼，拢是差不多拢是公诶较水，吼，这个母诶，吼，的，吼，无较拢某的女生在选男生啊，这些男生很雄壮威武，爱的，好的选择，好像这有较好的基因。啊，爱电圣经嘛有一个例，这个叫做西西家王，哦，伊有一届破病好，啊，这个巴比伦派这个王子来甲伊关心，伊就讲哇，哦，竟然派王子来甲我关心，吼，我伊是个心情大好，啊，伊病嘛得到上帝甲伊医好，伊就，吼，可能尾水翘起来，伊就讲来，我带恁参观这个圣殿，吼，内底有金的盾牌，哇，遮金银财宝，结果伊点了后。上帝叫先知，甲伊指责讲，今仔日，吼，这个你所摕出来顶的，吼，人所看到的，拢毋是你的啊，吼，伫无久的将来要全部被抢，吼，因为这叫做，吼，财不露白，吼，爱现啊，最后失去了伊有的。嘛有咱常常在讲的这个约瑟，吼，伊可能穿这领衫真得意。啊，做民梦，哦，梦到日月星辰，梦到稻啊，哦，拢向伊跪拜，吼，啊，伊就甲即个梦摕出来讲。当然，圣经无讲伊是足臭屁、足臭蛋安尼讲，也是就是只不过是平常的口气安尼讲。但是不总是伊因为即个关系，吼，被伊的兄哥怨妒，啊，结果吼。袂做奴隶啊，去到埃及。啊，碰碰咱这是大意吼。我咧查即个自夸有其他的讲法无？啊，伫网络顶悬查到几例嘛，甲大家分享。哦，即个碰碰吼，哦，第一个是讲爱电，电是讲啊，我有诶电出来电。啊，碰碰就夸大的迄个意思，小可有迄个欺骗的成分，就讲我本来只有60分。啊！我甲伊碰碰讲，我80分嘞，吼！啊，甚至伫网络顶悬有时吼，拢小图讲我90分，我100分，吼！啊，摕别人的相片来斗的，迄就是欺骗，吼，迄就是欺骗。啊，碰碰就是这啦，吼，就是水龟，吼，分龟龟，吼。本来我无遐尼大，啊，我搞我家己，吼，吹牛，吼，啊，互家己。碰起来，吼，互家己碰起来，吼，啊，则学一句台语的即个俗语讲，碰风的水龟，安那大无肉，看起来是即只足大只，分量足有诶，吼，结果内底全空气，吼，咱嘛有去菜市仔买迄个鲫啦，还是迄个迄个螃蟹，迄个。螃蟹就这种吼，有鲫嘛，有这个像讲袂出来，迄个毛蟹吼，毛蟹吼，鲫佫有像讲袂出来，譬如迄个鲫嘛吼，佫有迄个像讲袂出来吼，这久无讲，就是讲我嘛买过吼，哇，穿起来足重诶，结果内底全水吼。迄个煮落了后，切落了，拍开全部拢是水甲壳，啊肉一出出啊尔，阮袂食，迄就是碰风。啊，特别咱爱注意就是讲广告啦，我常常在看广告，啊有时看到购物频道，有时看到广告频道，啊当然无属于这即马直播我嘛袂使，我真注意，我甲迄个拢涂掉吼，我看到一款。广告就感觉讲，这实在是有较hạn，好，7秒钟记得一个单字啦，啊3分钟啊3个月你就可以跟外国人讲话，我买这套，好，当然伊
有伊好的所在，但是咱要去评估伊内底碰风的成分有偌济。哦，买即罐减药啊、减肥的药啊，你食落就会当亲像迄个代言人遐尼苗条。哦，啊，看因找遮临时演员来，嘛有诶拢是假见证啊，拢无真正有影吼，苦肉背起来哦，拢大家拢食落拢好去。哦，所以这咱爱去分辨，爱有智慧。真侪广告就是碰风，变做无老实。啊，圣经内底互咱一个真严重的例，哦，真严肃的例，就是对伫信用来讲，对伫上帝，咱袂使碰风。伫使徒行传遮记载，伫初代教会，大家拢愿意将咱所有摕出来公家。哦，卖土地、卖财产，然后大家收集起来。哦，有的人，哦，大家这好参像一个共产的社会，大家拢做伙有，我的就是你的，啊，你的就是伊的，伊的就是我的，咱大家做伙来享受这的，啊，拢是教会的。哦，啊，有一个叫做巴拿巴，啊，伊就完全卖偌济，哦，比如讲伊的田1分地卖100，伊就全部摕出来。哦，啊，这个安那尼亚因夫妇看到伊嘛讲哇，真好，敢若大家拢有，哦，无勉强，哦，保罗彼得无勉强讲你一定爱卖，哦，伊但是讲好，安尼我嘛来卖，但是卖了，佫唔敢讲啊，哦，我留一寡做我的所费啦，吼，做迄个，哦，啊，伊就摕来使徒的面前迄，啊，保罗彼得就问伊讲，这敢是你全部？讲伊会当讲，无，我有留一寡吼，但是伊可能是。惊人甲伊笑讲啊，奈无信心，也是讲因为家己拍算啊，所以伊就讲是啊，我全部拢摕出来。哦，结果彼得甲伊讲，你这是欺骗上帝，哦，毋是欺骗人那尔，哦，这就是非常严重。伊也想要世界，也想要钱财，也想要上帝，伊也想要好名声。哦，卡打相准，逐项拢要杀的时阵，啊，伊就违背伊的良心，哦，啊，所以这翁仔某就因为奉献被上帝处罚，哦，这是非常严肃的代志，哦，咱唔通碰风，奉献就甘心乐意就好，就算是2箍银，寡妇的2仙钱，上帝嘛真欢喜，但是你若是带着迄个欺骗、沽名钓誉，想要啊。互人知影讲我献偌济，哦，我即届献偌济，哇，我哦要互人学到你的时阵，咱的动机就无好，哦，这是圣经互咱讲。啊，佫真侪咧，吼，我就无用足侪时间，咱家己，吼，只不过是咱去想，咱是毋是会犯即种的错误？哦，这个是乌克兰的一个女生，伊本来就真水啊，啊，伊就搁爱整形。整10几摆回，整个我要甲芭比娃娃一模一样。啊，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讲上帝创造你本来真好啊，结果哦整形失败，有的佫失去性命，因为感染蜂窝性组织炎啊，最后死啊，就这。啊，这个是美国，伊佫较狠，伊整形90次，哦，伊就是要变做芭比娃娃的迄个男朋友，哦，啊，连伊身躯顶的肉，伊拢是手术做出来。啊，这就是，有人用这个，啊，但是咱去看，有可能为什么要安尼做？是毋是除了有骄傲的成分，就是讲，我望我比别人较水，我望我的6块肌比别人较有 muscle， 嘛有可能就是讲，我足自卑的，我若是无去整形，我无法度照我爸母生我，上帝互我的。面貌，我无得接纳这个我感觉足自卑的，我一定爱得到这个条件，在乎咱拢看过真济，这是杜拜7星级饭店，这个帆船内底马桶是金的，敢若1箍卫生纸，敢若是139万美金，这卫生纸139，意思是讲你切一届，你切真正会当切哦，伊是黄金做的哦，啊你切一届，可能就用掉1万块的美金，1万块的美金30万的台票，
可能教阮用规家伙啊10年20年用袂了，啊伊就是安尼用伊就感觉真好。我用这我就表示我呐我钱太济，无所在通开这金的马桶、金的奥多拜、金的脚踏车、金的飞行机啥物拢有就是要炫耀。嘛有人炫耀啥物我无介有钱，但是我是一中的我是台大的我是常春藤名校我是这个是哈佛世界第1名我是就有学问。嘛顶礼拜连续1个月有2个富豪，一个英国，一个美国，拢坐太空船去地球外口看一下风景享受一下无重力搁落来，安尼偌济？听讲是2500万的美金。我咧想讲，这若是去帮衬遐个弱势家庭，毋是真好但是感觉我这是一个成就伊当然嘛讲希望将来会当去到太空是完成人类移民火星等等这是讲成就。伫遮咱小暂停一下，咱来看13节因为这就讲到这个部分。讲人生到底该不该追求这个学问成就有将来有较好的头路但是雅各书有互咱一个要紧的重点，毋是讲你袂使计划那是啥物呢？你这学问成就追求拢真好，但是你的计划内底有上帝还是无上帝？我感觉这就是关键弟兄姊妹，请咱详细来听，因为我看过足济，我做新学生的时候，就是伫台北猫咪教会，每一届拄到国2升国3、高2升高3的西洋囡仔，一年无看去，就请假，为什么考试第一，拼功课第一，上帝就无去所以你看这个圣经在伊就讲，我要去做生意，我要伫遐有。犹太人足够趁钱遐有迄个生理堂好做，这有利润这一定会趁大钱有利的。讲所以我要拼这个事业教会代志、上帝代志、服侍大家拢放无说最近嘛拄着一个困难，苏海读经9月份要开始真正大人有无同款的，是拢无毋对。但是咱想看觅，你这个计划中间内底，如果甲上帝拢放袂记，咱的人生的损失就真济所以你看这13节到16节内底拢哇，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上帝伫倒位？借问请问上帝伫倒位？所以人生毋是讲你拢毋免计划。今天的是上帝好上帝派几只乌鸦叼饼叼肉给我吃，我有信心是无毋对，信心是无毋对，规划嘛无毋对，但是要紧的是讲你的计划内底有上帝无上帝你看这第2句话安怎讲咱往往拢是这2句话什么差别？第1句讲把上帝纳入我的计划中，讲上帝我要去做生意我要去开店我要出国留学上帝你就要保守我安那照我的计划上帝你帮助我。甲第2句无同款的，第2句是讲把咱的人生放伫上帝国的计划内底，是一个更较大、更较伟大的目标，上帝国度内底。照我的温数来发挥所以这2项无相像，咱后礼拜会阁继续讲到。总是因为我看到咱周报等有分享咱会议的动态有杰瑞、有正阳、有恩轩、有3个青年，就伫今年的暑假要去美国留学，有的读硕士，有的读博士但是我就想到这句圣经赞雅各伊是甲上帝讲，上帝我去我要去我要去外地流浪雅各是8
被迫的啦吼，伊被伊的兄哥追杀，所以只好流浪。但是伊流浪的时候，佮甲上帝讲讲，你若甲我同在，哦，互我食，互我穿，互我欠钱免用，吼，安尼我平安有一天倒转来我老爸的家，我就要互你做我的上帝。吼，这个口气你听看觅。吼，伊毋是真正认捌上帝，真正顺服伫上帝计划内底。但是上帝永远听伊的祈祷，这是真奇妙的事。咱会当安尼祈祷，但是咱如果看雅各转来的时阵，伊已经受过14年以上的这个历尽风霜，吼，伊的人生的体会就无共款。好，所以牧师借着这个机会，希望咱吼要出发要去留学。拢是真好，咱有这个资源、这个文书，才有当出国。毋是人人拢会当出国，但是咱是毋是会当甲上帝吼邀请伫咱的计划内底，甚至咱应该进入到上帝国的迄个计划中。这是插入来补充因为这个圣经在伊就是安尼跳来跳去我无法度真好甲伊。一条线安尼完全连，我都甲伊放伫即个所在。咱转来讲自夸，自夸太多咧。自夸我甲啥物人是好朋友，囡仔安尼呢？我甲班长上好，我甲迄个体育迄个明星选手上好。当林书豪转来的时阵，大家拢要甲伊翕相。你只要摕到我和林书豪的翕相，我就会通夸口讲我甲伊足马近的，虽然伊可能无真正认捌你是啥，你干去拍，去甲伊翕一张相，就安尼，这关系，靠关系夸口迄个宽恕，这个就是台湾的这个政治家，走去对面，我看到一篇报道，这个连战，连胜文，连战是老爸，伊个夸口讲，你看阮囝，伊甲。习大大讲夸口讲，你看阮囝有将才无？195安两个三个人伫遐足欢喜啊，笑嗨嗨安尼，这是关系，足济。最后一个，咱爱思考的，头前讲的，咱可能会讲迄拢是无好，咱拢知影爱撇面。但是敢有可能咱有时会陷入伫即个陷阱，就是信用、好行为。咱嘛咧自夸，讲我有逐工灵修呢，我有参加祈祷会呢，我有 RPG， 我有做同工呢，我是小组长呢。善行毋是无好，但是你看伊的善行，伊爱安那爱表扬，伊爱家己的名写有大大刻伫迄个图书馆还是倒位迄个条仔顶，讲哇，某某人几年几月奉献。1万块美金也是偌济奉献即间老仔厝建筑物我爱互我的名，互人知影你若是对照，有诶毋是基督徒，你看迄个陈述局有无？迄个袂知嘛？伊就是点点做，安静做，伊嘛无要互人知影，大家甲伊因为伊安尼做真感动，但是伊也无认为讲我安尼有啥物了不起这才是真正的一个谦卑。无自夸的即个模样，边仔即张图，咱看到恁的即个正手边恁的正手边敬虔即张，就是看你世人，你讲上帝，你看我有紧食祈祷呢，1礼拜2天，我照时间即个奉献，11奉献，无参像迄个啦，迄个抽象的。拍人犹奸犹太人的这个汉奸的犹奸迄个变到迄个对心讲上帝怜悯可怜我这个罪，所以自夸的情形太济种，自夸的后果咱经历者就是讲一严重的代志，就是讲自夸就是啥物？我本来无安尼，但是我想要将我上好的也是。超崩已经，我本来60分，我想要颠做我100分，吹破牛皮。我考试考120分，满分100分，你说你考120分，那得互人
看破骹手，就知影讲你这个人根本的，碰风水鬼太无目，就是无迄个真的本事。所以你若是甲家己包装了真好，咱的青年拢有时有放即个 IG 啦，放迄个颠倒有时伊迄个相片看久了，伊毋敢看家己的照镜，讲我看我的 IG、我的 Facebook 拢遐尼水，我放迄个大头贴拢是千挑万选修图的、美肌的，我即马无输咱 RPG， 咱读经小组。搁即马爱心说诚实话，我拢叫大家开镜头啊，大家拢画歹势，有诶讲无画真，有诶都毋敢。咱去想看觅，我无批评的意思，讲为虾米安尼？是毋是咱渐渐伫迄个面具的下底失去了做家己的迄个勇气？真我啦！你到底你这人是怎样一个人？你有几两？几斤的重，你家己爱称看觅。若是用假，早晚有一天会被人看破骹手。所以这俗语讲，新妇虽然歹，早晚嘛爱见到公婆。翁仔某，男女朋友上困难的就是这点。约会时阵，哇，我拢将上好的迄面摕出来互你看，上体贴。上温柔，上大方，上慷慨，拢我买单。但是真正结婚到底，才发现这句话：相爱总是容易相处太难。才发现其实你不是安尼呢，那跟我实在你无共款，安尼就代表你表现得出来，甲你真实的你有一个落差，有一个落差。这个无法度温磨，日久。必定会见人心，路遥就会知马力。最后就变做这句话，迄嘛是一个真悲哀讲，因误会结合。我无了解你，你无了解我，你是假的你，你假2成，我假3成，两个假的人做伙了，哇，因了解，而分开，所以这是自夸碰风，而且个无好的效果。过来对你家己来讲，嘛是一种的伤害。你欺骗家己骗久了后，你会感觉讲我活了就无自在。我伫这个人，迄个人，的关系，我为着要得到伊的认同，我为着要得到阮同学、同事的肯定，我为着要得到阮同事的欣赏，我就爱表现真好，假做真好。结果安那？你就伫这的人际关系中安那周旋。你有时的，讲假啦，假鬼假怪，就不是很真诚。感觉讲你这个人，那讲话无真讲心内话，拢讲官腔官调，表里不一，这是自夸的无好产生的几个效果。最后，无使咱来看，咱要怎样来改变？咱要怎样来改变？自夸的效果就是安尼。这个人就是拄则要做，要做芭比娃娃男朋友迄个，伊开10几万的美金，甲规身躯安尼用，你袂使摸伊的鼻仔哦，你无说摸到伊鼻仔会落落来哦，有一天伊牵这个芭比娃娃就见面，伫世界上上胜芭比娃娃甲上胜伊男朋友，这个乌克兰的女子甲这个美国的男子见面，结果咧。两个拢讨厌对方，讲你这足假的，你讲你这鼻仔歪的，你讲这两个拢无欣赏，讲你这马手拢假的，所以这句话这种意思，人爱知影家己，若是无，你就讲无。我学习要得到，甲上帝求讨，讲无智慧的，上帝要互你智慧，唔免惊无。你无就承认无，你若是无，硬要假做有，这就废去啊，这就无好治啊，就变做虚伪、虚伪、虚假，变做外口假做一个人，甚至欺骗家己，讲入戏太深啊！你看迄个奥斯卡，有一个小丑，有无？
伊就是入戏太深，伊尾啊袂记你讲伊到底是啥物人，伊该当作是迄个小丑，是迄个坏蛋。尾啊，伊敢若选择结束伊家己的生命，伊得到奥斯卡最佳迄个男主角咧。但是伊哇，煞袂记你家己原本迄个上帝创造伊，照咱的本相接纳的迄个你，真正的你，哦，本然的你。真实的你哦，迄叫做真我哦。人若是无硬要去做有哦，迄就是欺骗家己、欺骗人、啊欺骗上帝。自夸的效果哦，这几个咱真正拢去想看卖哦，为着要满足虚荣心啊！哇，你好厉害！哇，你哪有这个哦？你有上新的 iPhone 13呢？哦，排队排2天才排到，哇，别人欣赏哦，夸己之长。啊！但是这种人常常买妇人之短，啊，因为伊就真爱计较嘛，伊目睭拢想讲，我比你较好，啊，所以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阵，伊就无自觉就会甲别人的缺点，哦，讲话去伤害到人，啊，结果造成的结果是别人痛苦，家己嘛无快乐。哦，今日有2个信用，反正第一个，啊，咱等咱。一定拢有啦！在等的时阵，哦，等讲哦，你看阮囝足巧呢，哦，阮表演一个互你看，哦，伊会晓哦，啥物分啥物款的乐器，哦，咱的心内到底是骄傲还是自卑？哦，还是2项拢有？哦，有可能就是，哦，就是迄个心内想要互人看你有，哦，还是感觉你讲我若是无用安尼来等。哦，一定大家拢看我无。好，最后吼，咱来看要安怎消毒这个自夸。哦，亲像咱顶礼拜讲消毒万道有几个方式，拢是对上帝圣经来。第一就是圣经甲咱教，看家己所着应该看，你唔通看超过，看我看我家己足有，吼，其实无。啊是讲你看你家己自卑，就讲看你家己足无。哦，其实嘛，唔是安尼啊！上帝创造每一个人，哦，亲像迄个立克胡泽，无手、无双手、无双脚，干那一支，这个小鸡腿。但是伊讲我是哦，超乎想象，哦，丰富的不得了，外人生。哦，伊看到上帝所予伊的牛，予伊的享受，予伊的哦信心的大小，看家己。看了拄好，哦，这种人是上幸福。哦，活了真自在。我一个好的目标，但是我唔是要为着别人的掌声、抱声。我袂因为别人看我无，我就感觉我是无路用的人。因为上帝创造我啊，哦，上帝听我啊，哦，这是第一个。哦，第二，嘛是真要紧。吼，咱唔通。追求世俗错误的价值，也是伫遮圣经所讲的。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你着爱顺服上帝，魔鬼就会逃走啦。你唔通一直想遐个无好的，想遐个世间人在追求的，你着渐渐一步一步安那踏入迄个死亡的界线，踏入迄个甲上帝做对敌。迄个陷阱，约翰一书，哦，咱当做伙来读，好无？哦，读第一节，第一节就好来。目的听这世间以及世间的物，哦，啊，第二节是中文讲，人若爱世界啊，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哦，这人若爱世界，你听世界，你咧想家己的计划。拢是你，我，到啥？上帝到底伫倒位？啊，基督徒，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到底伫你的生命中是排第几啊？你若听世界，听上帝心就消失啦。无伫伊内底，你内底所底的，拢是你家己的需要欲望。人的财宝伫倒位，伊心就伫倒位。你无甲上帝当作财宝，你甲世界轻条条车的哦，美丽富贵哦，好车好厝，五子登科哦，你轻条这，你的心拢伫遮，无伫上帝啊。
搁第二句搁较迄个搁较严重咱做伙来读预备中文的来，世间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世间的代志，像肉体的需要、目睭的需要，搁你的骄傲，人生的骄傲，这拢唔是对上帝，唔是对属天的地位来，是对这个世界来，咱爱有会晓去分辨。所以最后这个功课就讲，你到底对上帝有这个无？上帝要求就这项人呀。讲到底，上帝对基督徒、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律法中的第一，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用你全部的心，用你全人听主你的上帝。独耶和华是独一的王。你的心唔通有别个上帝，你的心嘛唔通有别个人抢夺了上帝地位。咱会当听囝、听囡仔、听某，但是你如果唔是用上帝的听来听，迄嘛是变做一种扭曲，你家己的需要占有、控制迄种听去听你身边的人。你若是无真正对这个有体会。咱就基督徒就活了真辛苦，所以我最近真正真意外是张图搁一届甲大家分享。上帝创造爱地方就2丛树啊，真简单，你要经倒一丛？阿当夏娃就是因为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想要食今生的骄傲，我要有智慧，结果选择这个俗世的智慧。结果就是失了平安，被赶出爱殿园，永远甲上帝隔绝。但是咱今仔日有一个机会，亲爱兄弟姊妹啊，咱今仔日有一个机会，雅各书借着上天的智慧，互咱有一个机会回转，来到生命树者讲，我要选择上帝伫圣经内底所看最好的，就是生命。我要得到耶稣。我要得到基督，我要得到上帝所应允的天国，就是活命。这就是上天的智慧。这几张图嘛真有意思。什么叫做咱基督徒活伫世界？就是你活伫世界，但是你用着上帝予咱的困难，咱会当超越这个肉体的需要啊。智慧就是咱无去犯罪，这真正的智慧是，唔是知影讲什么是罪，什么唔是罪，是你有迄个能力，有迄个力量，可以来去做出正确决定，互你伫世界中间无拍拉三家己，出淤泥而不染。那世界伫教会内底就变做安尼世俗化。咱伫世界内底，但是世界嘛入来教会内底，污染了到教会。互基督徒的追求目标价值观嘛变样去。上帝讲独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听人亲像家己。结果咱拢咧求自私，咧求我的事业，求我的学问，求我的囝儿爱出摊，爱将来当做总统会当安那，拢渐渐失去了上帝互咱的心意。第三种是教会甲世界无关系。咱足熟练的，咱拢过家己的生活，咱就读圣经记得就好。所以应该是第一种，才是符合上帝呼召教会。咱这基督徒应该活伫世间，但是无听世间过头听上帝，颠倒真做一个见证，真做一只船，有方向，可以当救人、帮助人做伙来到这只福音的船。时间的关系，最后咱来就停到这。最后就是爱，咱不是袂当夸口，咱唯一会当夸口的，保罗的夸口就是夸口主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若不是主的十字架，咱犹原伫罪恶中啊。若不是十字架，咱就无法度做新创造的人啊。所以既然有十字架，我定死伫十字架，就世间是安尼。然后咧，
拢是领受的，无啥物通夸口。你的一切毋是上帝予你的吗？哦，咱有这口气，有这条命，哦，上帝若讲戆人要甲你收回，你就无命，哦，所以拢是领受啊。咱为什么有资格？哦，叫你使人与人不同的是谁？有什么不是领受啊？拢是上帝恩典，拢是领受的。你有啥物有什么好得意的？你有啥物好通评判？通高举家己讲好，亲像我偌后愈偌后，无。哦，这拢是圣经帮助咱建立属天的智慧，正确价值观。夸口是利己，啊，夸口主耶稣的溃烂。哦，我会软弱，我什么时阵软弱，我什么时阵就坚强，因为主的能力帮助我，哦，互软弱的变做坚强。哦，啊，最后一种夸口叫做以彼此来夸口。保罗写批予哥林多讲，恁会当夸口讲，吼，有保罗做恁的先生。然后呢，保罗也会通伫主耶稣的面前夸口讲，我所传的道理，我所讲解的圣经，恁已经有听入去，而且活出来。安尼以彼此的好行为，荣耀上帝，归荣光伫主来夸口。咱做伙来吟这条回应的诗，吼，圣诗324首。伊的歌词就是咱今日所讲，吼，我想是真符合这个题目。我做激动啦，满心误会，吼，家己努力啊，无法通救通死，只有主的保惠，所以咱就安那夸口主的实力家啊。我做激动，但是主的恩典极大，佫极深。照我本人的面貌接纳我这个罪人，我要来救你，我就信，无犹豫。好，最后第6节，主恩极深，我享受圣神保惠师。因无出今日讲了，我知影大家转去过一站，我可能就无啥印象啊。但是你望咱会当甲圣神常常求圣神同在。互你搁回想起今仔日的内容，回想起雅各书的内容，回想着圣经的教导，互咱怎样无骄傲，有谦卑，求主帮助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咱伫厝的会当提神圣诗，若是会当徛起来吟，咱就做伙徛起来吟。代表咱心内的敬虔来，我最激动袂伫体是朝天轮花，永远就是再无法度通救家己耶稣。第4节，我最激动本小撒旦，最落魄受尽苦
60，我做祈祷，做祈祷，祝福阮结亲，手事成事，甘欢喜，情愿归主，永无三年耶稣，我来修理。咱做来祈祷。主啊，你抵得迄个骄傲的，总是你要赏赐搁较大的恩，互囡仔心谦卑的。亲心的人有福气，因要看见上帝，要明白上帝个的奥妙。主啊，你用圣神来感化阮的心，互阮无得听世间，甲世间的事过头听你。求主你保守阮的心灵，专心一意听主阮的上帝。盼望阮的人生是行伫上帝你的计划中，愿主使阮祝福扶持帮助阮，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请坐壁备办心来奉献。咱奉献的时阵，会当将迄个咱的茶啊，已经2个月，咱的小会也在烦恼讲，毋知咱是毋是拢真正有准备即个奉献，甲到伫恢复实体礼拜时将奉献带来教会补助这2个月教会即个经常费会欠缺，我是真有信心啦！我相信咱的兄弟姊妹，等即个疫情提起了，咱有一个报复性的奉献，就是过去无会阮出力听，回应上帝恩典，欢欢喜喜来奉献伫教会，好。所接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第3面。将地拄着骄傲的，赏赐恩互谦卑的，雅各书4章6节。将地拄着骄傲的，赏赐恩互谦卑的，雅各书第4章第6節。我一只報告，下禮拜書會長老、尤志良長老、插會呂雲珍，咱頂禮拜佇線頂下禮拜有214個，少年團契也因嘛是線頂的禮拜有8個，請咱小會廣告，咱7月27日到8月初9，咱已經講做2級。但是咱有議員有做即個防疫的計劃，咱對內政部來申請，咱若要實體禮拜上濟的人數就是99個人，總是咱抑個咧做即個實體迄個安排，咱暫定8月初1有緣維持至線頂的禮拜，咱請咱佇9:15。來備辦心，來準備咱的禮拜。7月27開始，咱各單位團契小組會當恢復實體的禮拜，總是咱愛甲小會來報備，確實做好這實名的登記，互咱的防疫醫院做甲上夠完整。這個。小會本會消息，咱二中的停車場已經到期，總是咱議員有甲伊續約，1年咱的租金8萬塊，請咱兄弟為着這來注意，咱
直播的团队需要新的同工来加入咱帮赞咱的直播会当更较顺遂请咱向正业执事来报名。9月初2到11月18，咱的迄个四海的读经搁要开课咱新的中学甲旧的咱请咱备办心。教会目前有5组 RPG 的复兴祈祷小组，每暗因拜二用这个线顶的祈祷咱嘛欢迎兄姐恁若有意向的牧师来结合咱同心来为着咱的需要，为着咱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拜六。下午9点到11点有美好人际关系的造就会沟通的艺术请咱第一来参加。这游园有奉献一只来报告这做领袖防疫的期间咱奉献嘛真无方便，总是咱兄弟侪拢用咱的 ATM 用转账的愿真感谢这兄弟是恁无方便的时有路过摕来礼拜堂互交互干事嘛是会使哩。以上。咱来看大体大道事项集体关怀这2礼拜也有一款兄弟姊妹需要咱的关心当然伫病院中间咱无法度去探访。会当做视讯，像中央兄，咱会当看伊做视讯，会欢喜看到。伊伫即个恩慈小组，大家拢伫遐在祈祷，所以我感觉真好。伫个小组内底，中央兄带的代志伫小组，内钦，大家伫遐，知影伊的消息，为祈祷。薛丁姐伫美名小组，美红技术。所以每一个小组长，我感觉伫即2个月也真大的进步，互我心内真感动。就讲，毋是用一个贴图讲为你祈祷，伊是真正写一个祈祷文视讯甲咱放伫即个 RPG 小组，咱拢为因提名祈祷。我感觉即个祈祷是真正有功效，所以看到这个兄弟姊妹，因为因也感受到即个祈祷的快乐，就帮助因恢复了更较好。所以咱要继续为着中央兄，伊的即个电解质无平衡，带伊求主搁一届，互伊进出病院遐尼侪届，但是逐届出来，哇，看到伊搁有元气，搁有笑容，伊的囝儿拢足疼伊，足惜伊，互人看到即个家庭非常有上主的即个稳定。小丁姐希望会当顺利来出院，江川兄为出费拢有控制掉，求主。来继续医治，金銮姐嘛出院，伊骨切痛风小可得无爽快，为祈祷。益达就是燕珠姐的后生，真大的手术，伊需要恢复这个体力，咱为伊祈祷。有爱姐可能咱较无熟，无看过伊，是咱的佩佩老师，咱拜二这个建筑教室的老师，伊的脚发炎，咱为伊祈祷。这个雪魂姐，洪章医师的妈妈，膀胱发炎，我刚有去北港看伊，伊嘛是笑眯眯，真有94岁真有信心的一个母亲，洪章医师的妈妈，伫北港教会聚会，我刚有去甲伊探访，知影伊的消息，伊的信心，也是咱彼此来鼓励。正阳、恩轩、杰瑞，拢要出国。咱求主甲因一路同行，狱中晚倩要伫即个做未来中间享受智慧长命，互即个囡仔健康好腰气，头好壮壮，宛柔用心要伫即个初结婚的时阵，就侪爱适应婆媳的关系，咱拢为因提名祈祷，咱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伫厝的。坐咧也好，徛也好，咱用心灵来为因献上阮的祈祷。亲爱的主，你真正是看顾人的上帝，你是阮的天父，
阮的软弱你拢知影，阮的罪极深极重，无通提时。主啊，总是你用实力价的听，留保费洗冤到清气，你的疼痛到极。主啊，你的医治权柄也到极，你的医治权柄无穷无尽，只要信就要得到，无犹豫，无三心两意，无三心两意，阮的心头抓好定，阮就唔惊树尾做风台，阮的树头就爱过好栽，就是轻条伫主你，主啊，你保守，阮要为着中央兄、薛丁姐、江川、金銮姐、义达、玉爱姐、雪芬姐，随个提名祈祷，主啊，你纪念因，医好因的病，医好因的心灵，互因身体体力拢得到恢复，因为在地你有活命，阁有属天的平安。主啊，阮也要特别恳求你，赏赐杰瑞。赏赐正阳，赏赐恩宣，迄个属天的智慧来面对迄个无共文化、无共国家、无共族群新的环境的挑战，更较要紧，互因持守伫信仰的内底，伫遐找到好的团契生活，伫遐进入到教会是继续服侍。互上帝，因的人生无含你来脱离，主啊，将因放伫你上帝国的计划中，也扶持狱中万茜双河长老、陈道兄，甲因的细囝余亮、余礼，拢交托仰望伫主你的圣手，保守婉柔用心，互因的婚姻哪来哪甜蜜，有主你的光，有主你的见证。保守阮都行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逐人的家庭，同心的祈祷，就是起造这段，就是建立上帝的国，就是设立主你的宝座，就是起造主啊你的圣殿。阮伫阮的家庭敬拜、服侍、吟诗、祈祷，拢是有同款的圣神、同一位圣灵的引带。愿将阮的祈祷摆列伫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愿你照你的心意来成就，互阮会当提起你的见证，将这的美好来传说，来引带搁较侪人来明白福音，来领受实力的会听。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来吟尾遍的诗，神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老话水，伫蒙雾后含你看见主的光。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老话水，伫蒙雾后暗暝看见主的光。当心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仁爱甲恁同在。无论恁伫台湾、伫美国、伫世界倒一个所在，愿属天的智慧、圣神所赏赐恁的是心灵的安宁。
我唔互你无自夸、无骄傲，谦卑甲上帝相同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甲恁三个弟弟，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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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今仔日礼拜到这，请咱定乐煞再离席，平安。你爱对我坚定不移，感谢你恩典和怜悯，有首歌从我心升起，只想单单敬拜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走过人生四季，你也永不止息。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听我全心呼求，你应许都坚定。耶稣，我爱你。对我坚定不移，感谢你恩典和怜悯，有首歌从我心升起，只想单单敬拜你。耶稣，我爱你。耶稣，
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生每一个阶段有高山有低谷，主，但你的爱却永远都不改变。主，我们的这一生是你用你的爱托住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要向你表明我们的爱，因为你的爱使我们得满足，你的爱医治了我们，恢复了我们。让我们在敬拜的里面，让我们单单的对你说，主耶稣，我们也好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走过人生四季，你爱永不止息。